打麻雀又試又零9筒 ，OK， 過埋今日咧，溫度應該會回升噶啦，咁就唔使怕凍啦，大家。好，有粉絲話想睇啲冇版嘅局啊，咁就啱好有喺度。摸一對六索先。而家呢個牌都唔算靚啊。咁打埋個3筒先啦。A 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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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上邊而家對又多，卡窿又多。你問我平時喺邊度練習麻雀？點咗阿角高高麻將，每日可以領各種免費資源，隨點隨玩，超省心啊！哇，靚7筒啊！咁我拆個2、4索先，碰過入個叫碰，而家叫啦，一個正張嘅3、6萬。3索都摸到嘅咩？咁好彩3萬都摸到 ，OK， 12隻馬吓。第2鋪，林董啊，打個靚女先。好，呢鋪牌比較整齊。咁打隻5筒先咯，索子嗰邊可以靈活啲。咁啊，咁打2索啦，入隻叫。OK， 摸到1筒，而家叫一個正張嘅6、9萬啊，都比較早叫胡。6萬啊，12隻馬，第3鋪。最近打啲局基本都係前面呢就唔得，後邊刮返起身，呢種感覺係比較爽嘅。好，摸一對5筒。碰咗先，而家入隻叫。碰唔到呢4萬。好，打4萬，而家叫一個正張嘅5、8索。咁繼續打4萬咯。哇，仲有5索 ，OK， 14隻馬嘅，最後一鋪打隻9萬先，碰咗藍先啦。哇，剩低牌肉酸啊！撈，你嘅牌真係撈，我覺得第一串冇到，第一串。唔知入到幾時？真係次次都一打佢咧，電話冇入我打隻8筒先啦，下家暗降2萬，我打唔出去啊2萬。哇，卡窿4索 ，OK， 而家入隻叫。哇，居然摸到個後對3筒叫，而家食一個正張嘅4、7萬。有冇添啊？咁有時候你個西，唔係，阿媽哋食得好啊，大佬。
啲7萬冇咯喂，好彩有4萬啊。OK，17隻馬㗎吓，點讚接 point 啦，拜拜。